因為盛產優質薯仔、甜菜同大豆，位於黑龍江省嘅德河縣一直都係北國糧倉，每年唔知有幾多商人喺度出入。不過喺上世紀90年代，跟住大量外來人士喺度失蹤，佢商人真係一提起 W 河就變面。縣城入邊嘅居民更加係人心惶惶，驚有一日自己都會變成失蹤嘅不幸之人。但係短短幾年內就有42個人喺 IDR 河喪命。喺呢個唔大嘅縣城入邊，究竟發生咗咩事？1991年10月22號，浙江杭州上城區公安分局捉到一個一男二女嘅仙人跳犯罪集團。呢3個人全部都嚟自黑龍江省特河河縣，係老鄉一齊犯罪。作案嗰陣，2個女人做有利，引受害者上鈎，等佢哋中計之後，男人就會出面威脅搶錢。為咗防止受害者反抗，必要時佢哋仲會用身上帶嚟麻醉劑控制受害者。其實佢嗰陣時社會呢啲仙人跳犯罪集團好常見，所以公安民警對佢哋都冇特別留意，只係跟程序辦案。不過喺審訊完嗰陣，其中一個叫徐麗霞嘅女人突然問警察黃警官，可唔可以幫手買包衛生巾？黃警官未結婚，聽到呢個要求即刻面紅，但係佢都應承咗幫徐麗霞買咗衛生巾，仲叮囑佢要好好交代，爭取寬大處理。可能係黃警官嘅行為感動佢哋，又或者覺得可以信賴。唔耐之後，徐麗霞好似下嘅決心咁，好認真咁話俾黃警官知，佢有大事要交代。徐麗霞口中嘅大事，就係佢哋3個曾經喺黑龍江一扶河犯下大案，連殺20幾人。殺人本身已經係重罪，更何況係殺咗20幾個。聽到徐麗霞嘅供詞之後，黃警官唔敢怠慢，即刻向上頭報告。就談一宗涉及40幾人嘅特大殺人案終於曝光。據徐麗霞交代，嗰個叫做賈文革嘅男人係主謀，係冇指使人嘅犯罪。跟住徐麗霞提供嘅線索，杭州警方同德河縣警方好快就採取行動，去攞賈文革嘅出租屋。可能係知道老公嘅罪行終於曝光。喺老婆李艷珍喺警方開始搜查之前，就已經飲咗一樽農藥自殺，而佢哋畏罪自殺，更加證實咗賈文革嘅罪行。果然喺出租屋苑入邊嘅地窖度，警方發現大量屍體。因為案情重大，負責現場搜查嘅都係有豐富刑偵經驗嘅骨幹警員。但係就算係見慣大場面，佢哋睇見到地窖入邊嘅情況之後，都忍唔住大叫出聲。呢個地窖深大約6米，同一般人家喺地窖嘅分別，但係喺呢一個細小嘅空間入邊，密密麻麻疊滿咗大量屍體。因為放得太耐，地窖入邊除咗屍體之外，仲有大量屍液同惡臭氣體，逼到法醫要戴防毒面具先至做到㗎。就算戴住防毒面具，屍臭味都無處不在，甚至有個法醫喺工作中因為屍毒侵蝕而患上嘅病毒性心肌炎，情況之嚴重可想而知。將所有屍體清理出地窖之後，因為腐化得太嚴重，好多屍體都黐埋一齊。警方唯有先清理基建組織，然後再根據骨骼嘅鑑定同埋辨認。最後佢哋一共整理出41具屍體，連同死咗嘅李艷珍，只係喺呢個院入邊嘅死者數量已經達到咗42人。話就話係出租屋，但無疑呢度更加似係人間地獄。人證物證俱在，咁耐賈文革等3個犯罪分子就移交咗俾黑龍江警方。呢個時候，就算賈文革想抵賴，都係逃唔過一劫㗎。喺呢班喪盡天良嘅犯罪集團入邊，賈文革無疑係主謀，亦都係最大惡極嘅一個。賈文革係土生土長嘅 Issaquah 人，原本喺度都有份嘅機械廠做工人嘅好工。不過因為喺廠入邊搞男女關係，搞到領袖多次勸說無效之後，佢哋將佢炒㗎。之後佢嘅技能，但係有把指力喺賈文革開始做殺牛生意，就係喺殺牛過程中，佢感受到嘅殺戮嘅快樂。過咗一段時間，一方面唔滿足而家嘅窮生活，另一方面想追求更大嘅刺激，賈文革開始佢哋嘅犯罪之路。最初嘅只係對風俗女子落手，因為佢哋容易對付，人際關係又淡薄，就算消失咗都好少人會留意。
之後因為覺得佢哋身上錢唔多，賈文革就開始對嗰啲外來嘅大豆商人落手。為咗進一步哄騙獵物上鈎，賈文革仲揾佢黃艷玲、李秀華、孫文力、李燕珍4個人一齊作案，用仙人跳嘅方式將受害者呃返屋企之後再落毒手。至於主動自首嘅徐麗霞，其實佢曾經係賈文革嘅獵物之一。嗰陣時做幼稚園老師嘅徐麗霞唔單止樣靚，生活都好富足，只係佢遇人不淑，成日同老公嗌交。有次嗌交之後，徐麗霞佢哋離家出走，賈文革佢嘅後生靚女就連氹帶騙佢，將佢帶返屋企強姦，仲叉死咗，掉咗入地窖。如果唔係徐麗霞命大執返條命，又因為樣靚被賈文革嘅嚟做有利，咁可能早就變成地窖入邊嘅一具屍體。最後因為罪行滔天，包括賈文革、徐麗霞嘅內共6個犯罪分子，全部被判死刑，並且喺1992年1月執行。對於死刑嘅判決，徐麗霞嘅異議反而喺寫俾屋企人嘅遺書入邊話，死對佢嚟講係一種解脫，或者喺呢一個罪大惡極嘅犯罪集團入邊，佢仲保留住最後嘅人性。不過幾年之間，賈文革等人就瘋狂作案60幾次，造成40幾人死亡。佢哋嘅罪行真係罄竹難書。賈文革等人嘅瘋狂作案，造成40幾人死亡，明顯唔屬於情節較輕嘅行為。所以喺被捕之後，經過法律審判，賈文革等人都被判處死刑。好多人覺得徐麗霞好冤枉，因為佢唔單止有自首行為，仲幫助警方提供線索捉到賈文革，而且佢之所以犯罪都係被賈文革逼啲。有自首情節同埋協從犯身份嘅徐麗霞，本應該得到從寬處理，依法從輕或者減輕處罰，但係最後都仲係被判死刑。呢個令到好多人唔明白，其實唔係所有嘅自首情節都可以得到從寬處理。如果犯罪分子係背負多條人命嘅殺人兇手，因為佢哋極其惡劣嘅殺人手段同作案情節，就算自首都唔會得到寬大處理。而徐麗霞雖然有自首行為，但係佢造成咗40幾人死亡，罪行極其惡劣，手段殘忍，情節嚴重，所以就算有自首行為，都唔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。而且雖然一開始徐麗霞確實係為咗保命被逼參與犯罪，屬於協從犯，應該按照佢嘅犯罪行為去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。但係喺之後嘅犯罪過程中，徐麗霞有好多次逃跑嘅機會，但係佢哋逃走反而主動幫賈文革做犯罪行為。到呢個時候，徐麗霞已經變成主動犯罪，唔再係被逼參與，所以唔可以以協從犯咁減輕佢嘅刑罰。可能一開始徐麗霞犯罪係為咗保住自己條命，被逼嚟做。但係喺之後嘅犯罪行為中，徐麗霞迷失咗自己，主動參與犯罪，所以最後佢都被依法判嘅死刑。原本以為只係一場仙人跳，點知牽連出咁大嘅殺人案。佢對於原本有仙人跳行為嘅不法分子，應該點依法懲處呢？一種觀點認為，呢一種以捉姦名義實施嘅仙人跳，應該屬於詐騙罪。根據我國相關法律規定，不法分子以非法佔有為目的，通過捏造事實或者隱瞞真相嘅手段，騙取受害者大量財物嘅行為，應該以詐騙罪嘅處理。而仙人跳呢一種以非法佔有他人財物為目的，實施欺詐行為，應該屬於詐騙罪。另一種觀點就認為仙人跳應該屬於勒索罪，因為仙人跳以捉姦嘅名義對受害者進行恐嚇、威脅，令到受害者產生恐懼心理，並且基於呢種恐懼交出自己財物嘅行為，應該屬於勒索。通常嚟講，如果喺仙人跳過程中，不法分子只係採取恐嚇，要幾強行向受害者索取財物，但就屬於勒索，應該以勒索罪依法處理。